咱来看台湾历史博物馆，大概有15万件典藏。这博物馆特别选出宝钢时代倒仔椅，若有12生肖大富翁，还有清朝时代升官图、葫芦门等等。希望透过下时代倒仔椅，用趣味的方式，带民众了解台湾的历史变迁。这个驴子这一边，所以就有一个俗语叫做“驴咋驴不照”，就是驴子走了12，没有走的意思。导览员介绍这个清朝的倒仔耍葫芦门，顶悬有47种民间故事的吉祥图案。若是伫驴仔的位置练头仔练到12点，行到另外一只驴仔遐，按照规定就要倒转来原本迄只驴仔的所在。除了清朝的倒仔耍，阁有大家共同记忆大富翁。这是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倒仔耍特点。台湾历史博物馆表示，希望透过展出台湾社会无同时期的倒仔耍，互民众了解无同时代的文化背景甲发展。讲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展览，不管是历史还是地理，还是动物。还是一寡头拄委员有介绍过，这一寡像讲升官图，这一寡知识，拢会当为这个展览内底有一寡新的学习。台湾历史博物馆表示，对2011年开馆到今，已经收藏大约15万件的典藏，亲像清朝的升官图倒仔耍，伫台湾南部正接咧耍的12生肖牌等等这寡典藏，拢通看到各时代的文化特色、社会价值观。是讲寓教于乐。这个部分按咱这个博物馆的展览，博物馆的展览内底所带出来的这个文化意义，互咱这个亲子之间会当来了解咱的文化。这个部分是真重要。文化部表示，这个倒仔耍特点，未来当看到台湾社会的生活样态，用趣味的方式，带大家行入博物馆，了解珍贵的历史和文化记忆，真有教育意义。目前，通去文化部艺农参观倒仔耍特点，对今年6月开始，伫台南的台湾历史博物馆，会使看到珍贵的倒仔耍实体原件展出，到时阵会有体验活动，希望带民众了解台湾倒仔耍的100年变迁。记者张家嘅曾俊佑新北报道。